后来有一个小姐坐公车，有一个查甫的真大胆，竟然共掀裙，佮伸手着低高手共乌白花。这个旅行客大声来喊休，司机直接就甲公车驶到派出所，嘛互这个色狼走无路。 画面内底这台公车为真远的所在就开始倒黄灯。原来这台公车顶一个查某乘客拄着不输鬼，加在公车司机反应真紧，甲公车驶去派出所附近，甲这个猪哥送去警察局。查某乘客嘛一直甲公车司机说多声。啊，这个涉嫌甲查某乘客卡来手来的查甫人，警察移送了后，台北地检署以强制性交罪甲压起来。 啊，其实过去冇真侪摆公车司机好心斗三工掠猪哥的案件。这个公车顶一个外籍移工勇向挖过一个小姐，公车司机看到叫伊莫乌白来。不过这个查甫人嘛是继续甲查某乘客戏弄。公车司机甲车停落来了后，气甲伊歹过，尾仔甲这个查甫乘客压起来。同款的代志过一件，公车顶的查某大学生走去向司机喊救命。 因为伊拄到一个查甫人甲乌白摸，被害者好胆喊救命，公车司机好心斗相共，才会当顺利甲这猪哥抓起来。